處有悲聲啊！河中救起一個大發修行之少婦，已護入農家休息。帶來佢嘅侍婢秋蘭問話。好嘅。李家小姐因何投水呢？啟稟相公，我家小姐原有丈夫，因遭故氣被逼出家，舉目凄然，才聞短見。哎呀，李家小姐叫何名字啊？我家小姐姓唐名苑啊。哦，識得相識嘅。夫娘，可是陸游之妻呢？正是陸游之妻。哎呀，山恩道上，亦聞陸游夫婦恩愛情長，只為暗中了離群之憂，今日竟落得如此地步啊！小姐縱記不得，退又不能，舉目凄然，才聞短見。救人救到底，我已為你送回離家小姐，再與夫人理論啊！不可啊！夫人氣息之心已決，小姐歸去鏡亦難圓，公子以另聘賢妻，快成家禮。哎呀，好過陸游自命不凡，卻這般無義啊！相公莫冤枉他，公子不求新寵，苦覓舊歡，幾回撞破暗門暗離，亦是不勝其擾噶。係呀，這也難得啊！小姐佢悲懷身世，才去投降。苦在唐園，唐園才女也。聞相公早年曾有求鳳之心，奈何唐園情向陸游早有心。今日適逢其會，可不兩全其美啊！怎可以怎可以？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啊！此亦成全女子，即順故意，亦絕前程，既免清修苦，復酬救命恩啊！暗利亦不肯放人，而我嘛，怎麼樣？命亦有損啊！此暗利者，義與義，給小利自當放人，指小姐方面嘛。以利害誰之，必太好事。上仁兄，你平日自命清高，難道這就不先係清高嗎？清高，清高。相公，求你救救我家姑娘吧。好啦，先扣回家中，以禮待之啊！多謝相公。忍勞。
娘子又又嚟，招來娘子又嚟呀！表妹。人見